食得啱，其實可以由內百到外，一齊睇下百佳有咩可以幫到手啦。首先就係奇異果，佢有豐富嘅維他命 C， 具抗氧化功效，促進膠原蛋白嘅形成，減少黑色素嘅沉澱。而金奇異果嘅維他命 C 含量較高，綠奇異果嘅纖維就含量較多，兩者有唔同嘅營養，可以根據需求去選擇。而甘筍同木瓜都有 β 胡蘿蔔素同茄紅素，可以抵擋紫外線對皮膚嘅傷害，令肌膚更亮白。最後就係初榨橄欖油，佢含有維他命 E， 有助滋潤肌膚，強化皮膚屏障，會令肌膚睇落更有光澤。如果想知道更多營養資訊，可以嚟到屈臣氏揾我哋啦。而家可以 WhatsApp 預約到屈臣氏健康解碼站分店進行20大免費健康評估，包括身體組成分析、肌力測試同埋量度骨質密度，立即預約啦！